打扰到你们了。你能不能对女孩子绅士一点？我对你不够绅士吗？江太太，请举起你的手，依次放下大拇指、无名指和小手指。加油，我们会陪你走向胜利的。幼稚！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公司老板娘了吗？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插手我的决定了吗？你只是名义上的江太太，出去！我刚刚是在陈述事实，是他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江总，你午餐到了，我顺手给你拿上来了。我没订午餐啊。哎，没错，这写着江先生说。不要因为别人的过错虐待自己的胃，不能扔哦，浪费是可耻的。陆离呢？哦，他跟陈总在楼梯间呢。那我走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。你刚刚步入社会不久，慢慢的就会发现职场的残酷。好，先不管这些了，先帮大黄把 demo 改好再说。反正我们程序员呢，最擅长的就是解决问题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真会赶时候啊，正说你坏话呢。我先去工作了。怎么？打扰到你们了？哎，你能不能对女孩子绅士一点？我对你不够绅士吗？江太太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都。奕晨和陆离结婚了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我说的啊。你哥跟我说的。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就前2天领的证。你不是说好要隐婚吗？影响你跟陈一鸣感情发展了。如果你那么喜欢他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对他只是崇拜。女人对男人的喜欢都源于崇拜。你怎么这么难沟通啊？被我说中了，那我就承诺了。江总，是你说的，在公司里保持距离，不谈私事儿。我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老公，你跟其他男人过于亲密，我都没有权利过问一下吗？好，你有权利过问，我有不回答的权利。